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6，箴言11章17節安尼講：仁慈的人利益家己的性命，殘忍的人害家己的身軀。三角來祈禱，愛願用仁慈來對待家己的性命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慈愛憐憫的天父，你是有恩典、有豐盛慈悲的上帝。你的信息到萬世代，你的憐憫永無斷絕，你用真理引帶阮行正路。閣用永遠的聽來聽阮，天地萬物攏要講起你的榮耀，日月星辰攏要彰顯你奇妙的帶領，一切榮光尊貴攏歸佇你，主啊！真正的疼是對你來。當阮甲你親近的時，你的疼就充滿阮。求你予阮成做仁慈的人。予阮佇每日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疼，將祝福帶予周圍的人。求你予阮，因為對人的施恩來得到你的恩，對人的疼來得你的疼，予阮對人仁慈，來利益家己的性命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